落到一个在地制地师黄仲敬，甲农委会合作，利用特殊的机器，把这个乌龙茶做成茶饼，让这个乌龙茶会当永久来保存。 若是讲到茶饼，大部分的人会去想到草埔茶或者是白茶。如果在地做茶师傅黄宗敬，去年开始和农委会合作，把乌龙茶技术加工，甲六国上有名的茶制作茶饼，保留伊的香气和滋味。那我们把这个乌龙茶，把它压制成茶饼哦，让我们的这个茶叶能够更有多元化。 做茶饼的过程真高工，每一个茶饼拢是师傅亲手来做。茶叶称重，看是半斤装或者是4两装。除了保存伊的气味和滋味，民众若是要过生日、结婚各种节日，买当特别来设计茶饼。象征的是一个圆圆满满的一个圆饼啊。多元加工和茶农开创新商机，钱水目对咧，太美丽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